朝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月底将有可能会被起诉。美国检方的文件显示，9月至到进前会因为税务含证据案件提出告诉。即马这后生犯官司，老爸拜登的选情将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拜登也伫咧伊的看守较近了后，伫咧公开场合，虽然无被挂嘴案，也引起众人的批评。拜登的后生汉特官司伫审，恐惊会被起诉。根据特检卫书拜三交法官的文件，检方要要求大陪审团伫2告进前，就汉特走势甲非法物证的部分提出告诉。卫书伫6个就指控讲，汉特2017和2018年的收入拢超过150万美金，抑过拢无照实报税。另外，伊佫伫承认食毒了后违法买枪。今年7月之间，汉特检方就2项罪名。协议认罪无起诉，受到法官驳回。要注意的是，针对汉特的调查，敢会影响到拜登总统？外界质疑，拜登伫副总统任内用家己特殊身份替后生伫中国和乌克兰等地商业活动占力。共和党有人讲要甲拜登弹劾，后续的发展恐惊会冲击到拜登的选情。另外，拜登最近拢互人真注意，伊的夫人吉尔这礼拜确诊。伊是密切接触者，照规定，伊要抵喙炎自主管理10天。不过，初五伊用掠包，甲一个老兵飞行员颁勋章的时阵，流喙炎，外界讲伊是歹模范。We explained to the press, I've been tested again today. I'm clear across the board, but they keep telling me because this has to be 10 days or something, I got to keep wearing it. But don't tell them I didn't have it on when I walked in. All right. 虽然拜登出席活动的时间较无15分。不过，包括伊家己在内，台顶商人拢是80岁以上的高危险群，病毒可能伫国较短时间内传出去。拜登吹落伫公开场合特别保护讲，家己拢有照时间体检，检测结果嘛拢是阴性，目前并无任何症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